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6月11。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撒母耳上卷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到第7节。今仔日的主题是信心。咱时常讲到信心，信心会通讲是希伯来书11章的整个的主题。通常咱讲到信心，总是会讲到对上帝的相信，也是讲要安怎来倚靠上帝。亲像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所讲的，信就是所仰望的事的实际是还未看见的代志的确信。但是信心真正实践的作为到底是啥物货？只不过是一种的仰望，也是放伫真远的一个愿望安尼尔定吗？信心对伫基督徒来讲，还佫有啥物款佫较实际的代志，咱需要来做。咱昨有讲到撒母耳第一摆拄着扫罗的时阵，扫罗就甲撒母耳就甲扫罗讲，就爱去迄个敬拜上帝的所在去等待。老师讲到这个时期的扫罗是一个顺服的，顺服到底是毋是信心呢？当然是啦顺服为什么是信心？咱看见耶稣基督伫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伊安尼讲：爸啊，你若是愿意，请你将这个杯刷走。但是毋通成就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旨意。这是伫路加福音22章42节的经文，咱所看见的。祈祷基本上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也就是信心的功课。因为耶稣基督也安尼讲，伊甲门徒提醒。讲恁到迄个所在，伊到迄个所在就对伊个门徒讲，恁着爱祈祷，免得入伫迷惑。无入伫迷惑是信心啊，祈祷是信心帮助咱无入伫迷惑这是路加福音22章40节所讲的。伫昨个经文中间，撒母耳嘛甲即个扫罗讲你伫遐等，到时阵我才甲你讲。这就是信心顺服去遐伫遐听候其实信心的功课有足侪层面啦今仔日要讲到顺服的部分。伫今仔日经文的中间，咱也去看到这个撒母耳甲扫罗讲上帝高抹你做伊的百姓以色列的统治者，你将要治理伊的百姓。救因脱离所有的对敌，以下就是上帝选立你做伊百姓统治者的证据。今仔日离开我以后，你会伫便雅悯的地区这个下撒克我郡这个雷泽的坟墓遐来拄着2个人，因会甲你讲。你要找的尼仔已经找着啊！你的老爸无搁烦恼尼仔，却烦恼你。不断咧问人，我的囝怎样啊？你对遐搁往前行，到他别的圣树遐，会拄着3个人。你要去必得利往上帝献祭，其中一个人带3只细只山羊仔。另外一个人带着3个面包，第3个人带着一个皮的酒袋仔。因会问，甲你请安，互你2个面包，你着爱收落来。后来你着爱去基比亚，到上帝的山，伫遐有非利士人的长营。你进城的时阵，会拄着一群对山顶祭坛遐落来的先知，因会拍鼓，因会分鼓吹，因会弹着琴甲七弦琴。
并且受到感动安尼来讲话，上帝的神要忽然间支配你，你会甲因共款受到感动来讲话。另外，亲像另外一个人，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你要爱照上帝引带你会做。你要比我较先到结局，我伫遐会甲你会合，并且献烧祭甲平安祭。你伫迄个所在等7天，我到以后会甲你讲应该爱做的代志。当然，遮有真侪应景的代志，但是拢是扫罗毋知影，感觉奇怪的代志。所以撒母耳讲吼，遮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就是头前才讲的就伊来经历遮个爱顺服，照上帝引带你的，这嘛是顺服。讲你要比我较大声到，即马着爱去等待嘛是顺服咧。伊讲我会甲你伫迄个所在会合。过来，你伫遐爱等7天，我到遐以后会甲你讲应该做的代志你伫遐乖乖等顺服的等，我会甲你讲。遮尔济话，咱会通用基督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恁着爱祈祷，免得入地迷惑，爱清楚上帝的旨意，爱顺服啦所以这是撒母耳甲扫罗所讲的话，就听我的话，顺服会去，顺服会听候，到时你就知影啦这就是信心，非常明白这是着信心的功课对这个扫罗来讲。希伯来书11章甲咱讲，无有信心是得袂到上帝的欢喜。第6节伊安尼讲，人无信心就袂通得到上帝的欢喜。既然到上帝面前来的人，拢安那必须爱信上帝的存在。看袂到，但是你相信，佮愿意顺服，所以信伊要得到报赏找求伊的人接下来经文迄边来书嘛，安尼讲对伫信心呢，那也未看到耶稣顶悬来顺服上帝的警告，伊进入着一条大船救伊甲伊的一家，安尼伊定着迄个世代会做，家己对上帝领受迄个因为信佮有的义。咱来看到伊嘛是听上帝话顺服。咱来看伫大船内底的伊安怎表现伊的信心。大水淹满全世界，因伫坐伫即个大船内底的时阵，咱知影甲伊的一家人安那伫遐耐心听候，听候啥？听候上帝的时间到，顺服上帝的时间啦照上帝的指示，伫迄个船内底听候，一直到水真正退了后，所以你要看有放迄鸟出去迄个就是咧看即个时间到。圣经无记载讲因挡袂牢，所以跳落去水内底游泳，也无伫遐挡袂牢，伫遐咧钓鱼也无急讲我家己来就好因伫遐静静来听候顺服的时间日子到。事实上，真侪的信心的前辈拢伫顺服顶悬来表现对上帝的信心。咱倒转来看现状，台湾的疫情爆发，互原本无足爱注即个预防针疫苗的台湾人，即马逐个抢要拍伫咧抢要做的即个中间，就引起侪咱咧讲的露出原形啦咱来看婚姻观啦，咱看金门观啦甚至咱看即个首都台北市的疫苗之乱咱昨下小可讲着啦咱就看见讲无应该伫目前接受即个疫苗名单的人，却急要做，无顺服，咱讲官商勾结，互即个第一线的医生、护士、药师等等遮的，因无法度来接受来注即个疫苗，互因落伫即个危险内底。
基本上这就是符合着希伯来书11章第6节的话讲，人伫无信心的所在，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啦吼。若到上帝面前来，拢必须爱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伊要报赏找求伊的人。咱爱找求啥？爱找求顺服上帝的旨意，爱找求顺服这个防疫的制度。这种的人，伫头前咧讲，这个混乱的人是无信心的，而且无疼心的。因属伫这种撒旦的作为，造成社会的混乱，毋但安尼尔，阁是伤害人。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撒母耳记上卷第10章第1到第8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4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信心是很平常的一个主题哈。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啦哈。我们常常提到信心，信心这个主题呢，也是希伯来书第11章的主题中心思想。通常我们提到信心，总是会讲到说要对上帝有信心要相信要依靠上帝那就是如同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的经文这样说到，他说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信心真正的实践作为到底是什么？刚刚那些经文听起来有一点我们说虚了哈，只是一种盼望吗？还是一种远距离的期待远望而已呢？信心是对基督徒来说还有什么更实际的事情来做？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昨天提到的撒母耳，他第一次遇到的这个扫罗的时候呢，撒母耳告诉扫罗要去敬拜上帝的地方，去怎么样？去等待。扫罗第一次见到撒母耳，他也不认识他，他就叫他去等待。这个基本上就是讲顺服的功课。昨天牧师有谈到说，这个时期的扫罗基本上是顺服的。顺服到底是不是信心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信心有很多的面向，那我们要来从这个顺服的角度是的，顺服就是信心的功课之一啦顺服为什么是信心呢？那我们就从耶稣基督的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这样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的话，请你将这个杯移走，然而不是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路加福音22章42节。另外的翻译是说顺你的旨意。然后祷告就是顺服，就是信心的功课。为什么祷告是顺服呢？祷告不是让上帝顺服我们，而是我们要顺服上帝，这是信心的功课。耶稣基督也这样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在路加福音22章40节。昨天的经文，撒母耳也告诉扫罗说，你先去敬拜上帝的地方，等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同样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撒母耳他再一次的告诉扫罗，我把今天的撒母耳记上卷的经文读一次，在第10章1节到第8节，撒母耳说，上帝膏立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将治理他的子民，救他们脱离所有的仇敌。以下就是上主选立你做他子民统治者的证据。今天离开我以后，你会在便雅悯地区的谢旅去。
谢萨啊，靠近着这个雷杰的坟墓那里，碰到2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你要找的驴子已经找到了，你的父亲呢，现在不担心你了，那却是不担心驴子，现在是担心你。他不断的问人，我的儿子该怎么办啊？你从那里再往前走到他伯的圣树那里，会遇见3个人，他们是要去伯特利向上帝献祭，其中一个人带着3只小山羊，另外一个人带着3个面包，第3个人带了1袋的皮带的酒。他们会问候你，给你2个面包，你要收下。后来你要去基比亚，到上帝的山，那里有非利士人的营帐。你在进城的地方会碰到一群从山上祭坛那里下来的先知，他们打鼓，他们吹笛，弹着竖琴和七弦琴，并且受感忘形说话。上主的灵要突然间支配你，你会跟他们一样受感忘形说话，像是另外一个人。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要照上帝导引你的去做。你要比我先到吉甲，我会在那里与你会合，并且献烧化祭和平安祭。你要在那里等7天，我到了以后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事。这个是撒母耳第2次跟扫罗所说的交代非常多啊。那第7节到第8节是一个结论，那前面是交代他怎么做。撒母耳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讲1到第6节这个地方，你要去啊，会碰到什么事情啊，会碰到哪一些人啊哈。然后你要照上帝引导你的，撒母耳讲得非常清楚，就是顺服。他说你要比我先到，我们要记得这个事情，比我先到，在那里等候。这个时期的扫罗他照做了，他说我会在那里跟你会合。撒母耳说你要在那边等7天，我到了以后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事情。扫罗必须要先经历前面讲的这些事，那他从来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可是要先到那个地方，他也没有去过的，然后要在那边等7天，等撒母耳到，这个叫未定数。可是一个功课，扫罗必须顺服，在那里等候。他说我到了以后会告诉你该做的事。这么说这么多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用刚刚耶稣基督对门徒说的，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就是离开上帝的旨意，不顺服。祷告是帮助我们顺服，明白上帝的旨意。OK， 撒母耳告诉扫罗，你就是听我的话，顺服的去，乖乖的等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是很大的考验，我们不觉得吗？非常明白的，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顺服。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没有信心是得不到上帝欢喜的。第6节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凡是到上帝面前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他要报偿寻求他的人。那接下来经文希伯来书说，由于信心，挪亚还没有见到的事情上面呢，听从了上帝的警告，造了一条方舟，救了他和他一家。这样他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就从上帝领受了因信而有的义。我们来思想一下，挪亚其实他就是顺服，没有下雨的时候听上帝的话，在山上盖一条大船，这个是人的常理就觉得很奇怪，可是他照做了，他顺服了。然后我们回来再看看他在方舟上面的行为，他的表现，他如何表现他的信心。
当大水淹没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死掉了。挪亚跟他的家人在方舟上面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静心的等候。他放了几次的鸟出去，然后看看这个水退了没有。他并且照着上帝的旨意指引，在方舟里面做他该做的事情，等到水真正的退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等不住了，所以跳下去游泳。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耐不住了，所以在那钓鱼。也没有说心急的说好，我自己来。他们静心的等候，顺服上帝的日子到了。就像扫罗要等7天。事实上，很多的信心的前辈都像这样子，在顺服的功课上面表现了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反观现在，想一想，台湾的疫情爆发，让原本不太爱打这个接受疫苗的台湾人，现在却急着抢着要打疫苗，甚至引发了这个云林县啊、金门县啊，甚至台北市，我们说首善之都，疫苗之乱。最乱的，我们看台北，那些没有在目前接种名单上的人，却用官商勾结的方式得到这个疫苗，而使得在第一线急需要医护药师等，他们没有办法顺利的接种疫苗，甚至被排斥掉。基本上这符合了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所说的，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凡是到上帝面前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且信他要报偿寻求他的人。我们前面讲这些疫苗之乱，这些人不单是没有信心，他们的作为其实就是撒旦的作为，他们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而且他们伤害了其他的人，让该注射的人没有机会注射。这个不是信心的作为。